安樂死這回事，身體上的享受一件一件的減少了以後，就讓自己早一點走。突發，香港娛樂圈炸了，蔡瀾離世納莫大揭秘，享年82歲竟成香港四大才子最後絕唱。一個時代的落寞竟藏着這麼多不為人知的秘密。今天這條視頻絕對讓你驚掉下巴，看完不點讚關注算我輸。先說最勁爆的，蔡瀾離世消息剛曝光，全網直接癱瘓，微博熱搜爆了，朋友圈刷屏，連香港街頭的報攤都欲斷了貨。這位被金庸、倪匡、黃霑稱為活得最通透的才子，居然在2025年6月25日6月初一這天，於香港養和醫院安陽離世。更絕的是，家族遵從他遺願，不設任何儀式，遺體直接火化。這波操作簡直比他當年在今夜不設防理療的八卦船猛。但別急着哭，今天渣們不煽情，只挖猛料。蔡瀾這一生活得比電影船精彩。你以為他只是個食神？錯，他可是香港四大才子裏最會玩的人間清醒。從新加坡戰亂少年到香港文化符號，從邵氏電影監製到舌尖上的中國總顧問，他的人生簡直就是一部活體港片。但今天渣們不聊成就，只怕他臨終前的那些反套路操作。變肉家產，顧百人團聚事後住全海景酒店套房，這那是82歲老人，分明是叛逆少年終極版。先說最炸裂的，蔡瀾的斷捨離哲學。去年妻子張瓊文離世後，他直接開啟人生重啟模式，先是變賣藏品，把房子清空，接着雇了8個傭人24小時侍候。這操作連倪匡生前都直呼看不懂，但蔡瀾卻說肉體痛苦能吃藥，心靈痛苦都是自找的。這話聽着像雞湯，但結合他的人生經歷，簡直細思極恐。畢竟他可是親眼驗證了金庸、倪匡、黃霑3位摯友的離世，這種生死觀怕是普通人一輩子都悟不到。但更絕的是他的丁克人生。82歲接受楊瀾採訪時，他直言從不後悔沒孩子，原因居然是自己旋沒長大。這話聽着像玩笑，但結合他年輕時的經歷，瞬間懂了。當年他養的一籠麻雀因他疏忽全死了，從此發誓照顧不了的事絕不碰。這邏輯雖然冷血，但細品竟有幾分通透。畢竟在這個催婚催生的時代，蔡瀾的反骨簡直是一股清流。不過別以為蔡瀾只會玩世不恭，他可是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幕後推手。從邵氏電影駐日經理到嘉禾娛樂監製，他參與製作的快餐車、龍兄虎弟至今仍是經典。更絕的是，他晚年轉型美食家，直接把吃玩成了藝術。蔡瀾攤世界、蔡瀾攤名菜這些節目，那是教人造反，分明是教人活出儀式感。難怪連成龍都發文悼念，他教誨我用美食治癒人生。但說到蔡瀾的反套路，最讓人破防的全是他的臨終安排，不設靈堂，不辦追思會，遺體直接火化。這波操作直接打破香港四大才子的傳統結局。要知道，金庸葬禮千人送別，倪匡追思會星光熠熠，黃霑葬禮更是香港半個娛樂圈出動，唯獨蔡瀾選擇安靜退場。這背後究竟是對生死的超脫，還是對世俗的徹底叛逆？不過蔡瀾的叛逆遠不止於此，他晚年住的全海景酒店套房，月租高達50萬，8個傭人分工明確，做飯的、打掃的、陪聊的，甚至船友專門負責逗他開心的。這那是養老，分明是皇帝待遇。但蔡瀾卻說，這麼美的景色，不享受就虧了。這話聽着像炫富，
但結合他的人生哲學，瞬間懂了。畢竟他可是那個在戰亂中長大的少年，深知及時行樂才是人生真諦。但別以為蔡瀾只配享受，他可是香港文化圈的隱形大佬。當年倪匡代筆金庸《天龍八部》，黃霑為上海灘寫詞，背後都有他的影子。更絕的是，他晚年推出的步步茶系列，直接掀起香港健康飲食風潮。這哪是吃貨，分明是商業鬼才。難怪連馬雲都曾向他請教人生哲學。不過，蔡瀾的傳奇人生背後，也有不為人知的辛酸。他弟弟蔡軒今年3月剛因病去世，他因身體抱恙無法出席葬禮。這或苦是他加速安排後事的導火索。但更讓人唏噓的是，他一生無人無女，晚年只能靠傭人照顧。這種孤獨或苦正是他選擇安靜退場的原因。但即便如此，蔡瀾的人生謝幕依然充滿爭議。有人罵他冷血，連葬禮都不辦；有人讚他通透，看透生死本質。但無論褒貶，都無法否認他是香港4大才子裏活得最真實的一個。畢竟在這個人設崩塌的時代，蔡瀾的真性情反而成了稀缺品。說到這，不得不提蔡瀾的毒舌金句。他曾在節目裏說：女人漂亮無趣，有腦子才好。旋直言獨立的女性最可愛。這話放在今天，分分鐘上熱搜。但更絕的是，他晚年接受採訪時，被問到是否後悔丁克，直接搖頭，一點後悔都沒有。這態度簡直比反婚反育的年輕人懸硬核。不過，蔡瀾的毒舌背後藏着對人生的深刻洞察。他曾在書裏寫：人生苦短，先吃甜品。這話看似調侃，實則道出他的生存哲學。與其苟烈遺憾，不如活在當下。這種及時行樂的態度，或苦正是他晚年選擇奢華養老的原因。但別以為蔡瀾只配享樂，他可是香港文化圈的最後守門人。當年金庸封筆，倪匡封刀，黃霑離世，4大才子只剩他一人。他晚年監製的蔡瀾品味系列，不僅是美食節目，更是香港文化的活化石。沖茶餐廳到米其林，沖街頭小吃到私房菜，他用鏡頭記錄下香港的煙火氣，也記錄下一個時代的記憶。如今，隨着蔡瀾的離世，香港4大才子徹底成為歷史，但他們的故事依然在流傳。金庸的武俠江湖，倪匡的科幻宇宙，黃霑的流行金曲，蔡瀾的美食哲學，這些文化符號早已融入香港的 DNA。而蔡瀾的謝幕方式，或苦正是對這段傳奇的最好注解：不設儀式，不留遺憾，只留笑聲。最後想對蔡瀾說一句：謝謝你，用一生教誨我們如何活得盡興。雖然你離開了，但你的毒舌金句、美食哲學、人生智慧，永遠留在我們心裏。也希望看到這條視頻的你，能像蔡瀾一樣，不苟烈過去，不畏懼未來，只珍惜當下。畢竟人生苦短，先吃甜品。對了，旋沒關注我的朋友，趕緊點個關注。下期視頻，渣們繼續深扒香港娛樂圈的未解之謎。記得1鍵3連，渣們下期見。